老板，你看这个多少钱？两千。你看他300。 300哦！哎，你不给了，骗人可什么？冇给，讲唔到嘅。日本都冇敢给没？有，冇讲究。下来一个老板的。啊，老板。兄弟，没事。我给咱贵给了老板300块钱。300。老板，你来吧，你看他多少钱？老板，9月嘞，便宜的按钮一根上。8。买哟。不穷啊，买老板你。赌上啊买了。1分都没得减。干啥么呀？回头面。走。慢走不送。西瓜视频。